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我先带你来看高雄捷运黄线开始动工喽。Y1到Y3三座车站已经陆续展开前置作业。捷运局为了要减少对民众的影响，将采取半施工的方式来进行交通调整。指挥人员的哨声此起彼落，怪手正在进行敲除车道的分隔岛，大量的车流在旁边穿梭。这里正在进行高雄捷运黄线的前置工程，范围从神农路南北延伸到大杯路一带。因为路型被重新调整，也让附近的居民觉得有些不太方便。较不方便，本来车入来就一个停啊。生意上多多少少有影响啊，出去的车会变较少啊，让人为边仔去。当然会不方便，因为他们的动线呢都会变来变去嘛。就是说配合工程的话，住户都会理解。该路段包含 Y1、Y2、Y3三座车站。Y1站预计8月开始动工 ，Y2站从今年7月到明年6月，分3阶段施作水电工程以及桥面拓宽。Y3站的同样在7月中旬也会开始进行施作。高雄捷运局将采用半施工的方式，降低对周边生活的干扰。施工的部分包含我们现在采用半施工，以及我们后续跟民众工序的协调有一些地区性淹水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跟水利局这边都有做一个互相横向联系的部分来做一个处理。可以看到该路段的车流量相当大，即使有进行交通管制，依旧会有回堵的状况。捷运局也提醒民众，行经此路段的时，可以提前改道或是预留通行时间，以免影响行程。动线上有做一个调整。那不过我们车道数其实是维持不变的。那接下来我们其实也有做一个替代道路的规划。那这个部分，让赶时间的民众可以利用替代道路。当然，希望尽快越早越好啊。那个要到2033年的话，有些这些。都好像是太久了，过渡期没有关系啦，大家都享受牺牲嘛，没关系啦。毕竟大家都有IER 用的公共设施啊。不少居民相当期待全新的捷运路线，更期盼工程能够如期如质的推进。Y1到Y3的施工预计在2033年完工，整条黄线则预计在2034年全线通车。未来将串联高雄东西轴线与人口密集区域，补足大众运输的空白区。记者孙军高雄报道。预计7月底完工的前镇渔港又出新状况了。7月14号清晨，因为大潮再加上连日降雨，导致市场区域大淹水，水深一度高至脚踝处。海洋局表示，将会通报渔业署及国土署工程单位，加强排水。照片里，民众将渔获用保丽龙箱子垫高进行交易，还有人涉水骑乘机车。这并不是泰国水上市场，而是高雄前镇渔港的渔获贩卖区域。连日降雨加上大潮，引发海水倒流，所以淹水严重。当地里长也表示，实属罕见。长久以来，至少我这个任内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问地方的耆老，他们说大概快要10几年，快20年前，有一次在我们这个草衙地区的大淹水，才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这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立即的通报给这相关单位来处理。那其实，在早上大约9点多这个退潮之后，积水也慢慢都退掉了。那我们后续也有研议，我们也询问了海洋局，包含在我们的出水口的位置，现在是以重力式的排水的方式，未来是不是能够用这个机械式的来排水，来减少甚至加强我们整体的排水系统？前镇地区清晨雨量累积超过了77毫米。排水沟满水位，而且受到全球极端气候影响，又逢满月大潮，造成前镇渔市场短时间的排水宣泄不及，已经通报了渔业署及国土署工程单位来加强施工排水。前镇渔港预计在7月底完工，但还未开幕的鱼市场就遇到这样的淹水情形。有议员就表示，是否有规划设计没有周全的地方？那所以我觉得，海洋局要重新去检讨一下，将来不可能呢，整体的这个鱼市场整个完成了之后，你在整体的这个这个渔获的这个输送上面让它在那个这个卸货区呈现泡水的状态。那这样子的话，我可能
认为我们整体在这个欧盟的水准的要求上面可能会不符合规定，同时在一个新的鱼市场的即将要开始使用的前夕，就发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认为高雄市政府应该要尽快的针对每一个问题，好好的去解决它。作为全台最大的远洋渔货贸易渔港，前镇渔港的改造工程备受关注。海洋局也表示，将与相关单位反映进行改善，避免淹水情况再次发生。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规划已久的国道7号高雄段预计明年动工，其中仁武交流道未来有高屏2块国7、国10交汇，车流压力加剧，因此地方建议增设引流外，也可以比照五洋系统做高架桥来解套，解决南科到高雄的拥塞问题。规划已久的国道7号高雄段预计在明年动工，路线起点从仁武区衔接国道10号之后往南到林园等地，将缓解国道1号、10号以及台88线的交通流量。不过，其中的仁武交流道未来会有高屏2块国7、国10交汇，可能造成拥塞之外，顶金系统也会迎来更大的车流压力。因此，地方建议除了在国1南科到燕巢段增设引流之外，还可以运用大数据智慧号控加以配套引导。国7新建了之后，如果没有相当的引流，把北高雄的车子、台南以北的这个车子要南下的车子，从我们路竹、从燕巢、从冈山，就要开始给它引流，让它不要又塞到，为了要回我们的东高雄9区会把所有的车辆包括生活的、包括民生的、工业的这个日用的农作物的这个运输都会回堵了货柜的运输或者是货物量的进出也会受到影响将来还是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一次的解决。做一些引流的话，那当然就是有其他的相关比较好的配套。配合整个这些市政府交通局的这些这个智慧号控也好，或者是配合整个这个交流那个车流量这些大数据，那尽量的用一些这个时段或者是分流方式的话来把这个整个车辆分流，避免它这个拥塞堵塞影响到其他这个广大的这个用路人。由于顶金系统塞车问题困扰许久，高雄缺乏如台北市民大道的市区快速道路，因此除了分流之外，立委许智杰也希望争取南高的高架桥，比照北部的五洋高架的设计，希望可以解决南科到高雄拥塞的问题。高雄缺乏如台北市民大道的市区快速道路，因此推动高屏2块与国道7号等分流，我也希望争取南高的高架桥，比照北部地区五洋高架的设计，希望可以解决南科到高雄拥塞的问题。总经费1357亿的国道7号在仁武端将会有3条高速以及快速道路交汇，加上原本的顶金系统庞大车潮，交通复杂程度将往上提升，很可能成为车流的瓶颈点。地方期待高工局可以采纳建议，先做好规划，让用路人都能清楚行走路径，提早做准备。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桃园捷运绿线坑口到艺文特区北段7站，预计明年底通车。桃园市长张善政参与首列车在高架路段所进行的动态测试，象征捷运绿线建设正式驶入主线，持续通往通车目标迈进。好的，市长，我们往车头走哈，来。桃园市长张善政日前前往芦竹区视察桃园捷运绿线主线列车测试，亲自搭乘列车从 G13 南竹中正北站往返 G14 芦竹中正北站，了解列车动态测试跟车站设施规划。市长表示，桃园捷运绿线优先通车段营运所需要的6列列车已经全数交付，预计今年底前第一阶段所需的20列列车也将全数抵达桃园进行测试。当时大家都满怀期待。几个月前，我们在机场里面做列车的静态测试，我当时就跟大家报告，今年的下半年，也就7月以后，我们列车会开上我们的高架段做我们动态测试。今天7月16号，我们的列车真的开上了我们的高架路段做测试。那么大家刚才做了一下，感觉这个非常的平稳。我们也做到我们当初承诺的，到
相信以我价值用命，应该会达到我们明年年底通车的目标。市长表示，工程推动犹如孕育新生命，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投入大量心力，也是工程单位跟结工局许多人的心血。股长徐幼伦不仅是工程界中少数的女性，她跟着市长还有局长一点一点看着绿线从无到有，相当感动。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期待桃园绿线捷运通车之日。份子很开心，因为我们看着就是张市长跟刘局长就是上任以来，我们一路就是从隧道的在去年贯通啊，然后高架合拢，然后到今年终于可以就是参与整个动态测试，然后今天搭上车的时候，大家真的都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希望就是所有的就是朋友啊，然后还有市民朋友都可以一起继续支持我们捷运局这样子，还有我们是那个桃园市政府。捷工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绿线采用世界领先的 GOA4 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属于中运量系统的最高自动化等级。这项技术具备全自动化驾驶，而且能够及时应对突发状况，为乘客提供安全稳定的乘车体验。团队现在也在加紧脚步，力拼115年北段优先通车。记者赖伟一团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政大书城台南店迈入第12年喽，特别和台湾文学馆合作，精选台湾文化主题的外语书籍，以及日本插画家佐佐木千惠所设计的吉祥物等周边商品，来欢庆生日。12象征一轮圆满，也是政大书城台南店在走过经营危机，迈入第12年，要继续深耕，往多元出路的发展来陪伴大家的承诺。进书店不容易，但是我们努力的去朝其他方向找其他的出路，譬如我们会找一些部门合作，譬如台湾文学馆、台南市总图也会合作。在民间呢，我们有跟柯南、超人力霸王这些强力的 IP 来做一些合作，希望在政大书城这样的空间里面，除了你来看书以外，会发现我们很多不同多元的活动，在往后的日子陪伴着大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除了书店店长之外，那以后也许是书展的活动，或者是甚至任何其他的跟阅读推广有关的活动，我们都可以跟政大书城还有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实体书店一起来合作。那阅读推广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责任啊。现在来到书店，除了享受阅读的书香，也可以感受到周年庆欢乐的气氛。其中活泼亮眼的吉祥物，就是邀请日本插画家佐佐木千惠所设计，同时把它融入帆布袋、徽章和明信片等限量的周边，来回馈长久支持的读者，也期许书店像大树般成长，未来有无限可能。我们让这个佐佐木千惠小姐发挥，那完成了。那对我来说，书城的印象就是走下地下街，像一本展开的大书一样，有无限的可能。政大书城啊，对我来讲就像树一般的存在。树啊的存在不是占有空间，而是创造空间。然后它不只成长自己，也滋养许多人。无限可能的第一步，就是呈现在公私协力。台湾文学馆精选出他们翻译成外语的台湾文学，也让更多外国旅人从这里来认识台湾。周年庆中也和所有贵宾一起为书柜的揭幕来见证。那我们也很乐见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因为台湾文学馆所收集的资讯，我们就是希望它被大家应用，就有它的价值。这些英译书可能是得奖作品，可能是非常畅销的著作。那台湾国外有版权把它翻译成英文，那是在国外贩售。但是我们台南政大书城在全世界网罗了这些书籍，英译书回来到我们的台南。政大书城这个空间隐藏太多感动人的故事，邀请您我一起来见证书城12年的每一步。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为了挖掘并记录在地家乡的故事，巨石聚落亲子共学团队在中坜南区老人活动中心举办石头庄特派小记者培力计划，常年深耕桃园的钟家宽平北建也响应参与，扎实的课程帮助他们日后实地采访更具信心。大家好，我是于松林，我今天要来采访关于节能减碳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您对于
桃园市政府要求餐饮业界用循环杯，但成效不理想，有什么？学员们拿着麦克风向受访者进行提问，架势十足，俨然就是小小记者。为了挖掘并记录在地家乡故事，巨石聚落亲子共学团队12号在中坜南区老人活动中心举办石头庄特派小记者培力计划。常年深耕桃园的中嘉宽屏北界也响应参与，安排第一线记者前往传授采访工作心法，并以节能减碳为题，从采访到写稿都带着大家一一练习。一下午扎实的课程让学员直呼学到很多，也帮助他们日后实地采访更具信心。我觉得不错，因为可以学到很多就是采访的知识，有利于我们明天去采访。要开口真的很难，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会是什么反应，而且自己很紧张，因为也不是很熟的人。有帮助，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更熟悉要怎么去跟对方访问，而且也会对自己也会比较提高自信。就是采访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忘记题目，然后要问什么就不太知道，会紧张这样子。对，所以是不是可能也是要练习这一块？可以就是加深自己的练习，然后让明天更有自信。到了如何当记者这样子呢？因为不能让问的时候不能问是非题，要问的让他可以回答题目，不然会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呢，看到别人练习的时候也可以在从中学习。我觉得这堂课很有趣，它可以教我要当记者要做到什么。是当记者的时候要观察对方的情绪，如果对方不是很想讲一些东西的话，就不要一直去问他，不然会让他很生气，你就没有办法访问他。看到学员从一开始不晓得要问什么问题，到能善用 ChatGPT 和伙伴热烈讨论，脑力激荡进行访问和被访问。计划主持人于志珍也感谢中嘉宽屏北建鼎力相助社区营造案，帮助学员掌握记者采访的能力，未来便可以自行挖掘与记录家园的故事，出版地方刊物，增进大小朋友们对社区的认同和向心力。现在的小孩子常常都是点对点的一个生活，也就是家到学校。所以往往对于自己周边所发生的事情，或是自己的家园，往往是不熟悉的。所以我们想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去扰动社区，甚至亲子之间，他对于自己家园的一个认识。对，那我们前面已经有2年了，所以经过这2年的扰动跟探索，所以他们已经具备了有一定的一个对于社区这一块的一个认识。那第3年，我们就希望再培养他们更高阶一点，就像以影片探索这一块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一次的活动增加他们的一个影片编辑的一个能力，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所谓的，你既然探索，你就必须要有懂得采访这一块。那采访这一块，我这一次也有幸跟北建这边能够合作，就是让小孩子对于记者的这个职能有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了解，然后顺便能够让他们利用记者的职能去探索和采访真正的店家。另外，当天中嘉宽屏北建还安排讲师，借由中嘉宽屏推出的“你搞懂了没”线上互动平台，和学员进行快问快答，了解媒体在公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义务，增进大家的媒体素养知识。中嘉宽屏北建总经理徐巧妮表示，公司担起在地媒体责任，常年推广媒体识读教育，期盼这次的合作课程不仅培育在地小小记者，启发大家主动去采访自己所生长的这块土地，发扬在地故事，也能增进自我媒体识读能力，杜绝被假资讯蒙骗上当的可能，也训练清晰的数位思考判断力。记者刘雨婷、赖唯一桃园报道。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台北分署推出了意犹未尽漫步北台湾的农游趣活动，集结北基桃、新竹与宜兰等42家农游业者，透过艺术、旅游、美食与秘境等主题，展现北台湾农村创新、永续与文化融合的全新风貌。游客们头戴斗笠走进茶园，亲手采摘1心2叶，细细感受茶叶的鲜嫩与茶农的辛劳，接着体验传统揉茶功法，每一步都需要耐心与巧劲，让人深刻体会到茶叶制成的繁复与文化底蕴。
农村水保署以意犹未尽为核心，展现北台湾农村艺术、悠游农村、农村好味以及农村秘境4大面向，精选推荐42家优质农游场域，提供丰富且多样的特色游程，让游客从农事走进艺术，发掘北台湾农村的多元魅力。农村水保署来讲的话，我们一直要建设的是农村社区哈，那把它的产业，把它的产品哈，把它介绍出来，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地方介绍出来哈。那所以我们取名叫做意犹未尽哈，有艺术，我们现在在把艺术文化导入到农村里面，更吸引更多人走入到农村里面哈。游当然就是旅游的部分啊，农事的体验的部分。那味的话就是好吃的农产品的部分哈。境就是整个环境啊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一次因为长期在宜兰地区这边的建设哈，那我们是特别挑出了3条，一个是在就是那个瓜类的部分，三星葱的部分，另外一条就是艺术的部分，就是在东北海岸的那个部分。对，本来不知道，后来觉得这里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本来我们宜兰就是好山好水嘛，来这边的话感觉更棒啊，风景不错。而且今天很配合，风很凉。现场还能凭体验兑换美食券，鼓励消费回馈农村，推动青年返乡与农村经济活化。活动也结合东山红茶季，民众在市集消费满600元，就可上网登录参加抽奖，透过茶旅乐趣与丰富好礼，增添活动互动性与参与感，让游程乐趣再升级。我们有东山红茶季，从这个时候正在开始。那跟我们现有29家的茶农有合作，那就是你可以到每一个茶农的农庄里面去免费喝红茶并且自己还有一个专属的小杯子。那如果觉得红茶喝得还不错你可以赶快购买满600块就可以来免费抽奖。那我们最高的奖还有电动脚踏车，很多大奖可以到我们的幸福东山脸书去搜寻那当然在今天的一个活动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休区，甚至很多我们的青农，很多我们一些青创的伙伴都在这里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多元的一面，他们的理想都可以一起在这里来展现。农村水保署台北分署持续透过农村再生与旅游辅导计划，串联青农力量与地方特色，打造文化产业与永续并重的农游体验，以创新活化农村，吸引更多人走入田野，探索北台湾农村之美，让农游成为生活与观光的新亮点。记者林启慧宜兰报道。位在新北市三峡区的北大特区内，有一家开业超过10年的车轮饼店。酥脆的外皮，纯手工饱满的馅料，成为当地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古早味甜点。现做的车轮饼热腾腾出炉，金黄酥脆的外皮搭配饱满的馅料，一口咬下甜香四溢。这里是新北市三峡区大德路上的熊爸爸幸福车轮饼，因为用料实在，饱足感十足，价格又实惠，是附近许多学生从小吃到大的回忆。脆的，那用馅料的话，我觉得至少它是你咬下去第一口就是满满的。那再来就是食材上，原物料的选择啦，应该是这样。最重要是我们原物料选择是很严格，对，就不会过多去什么修饰面粉或者是使用色素或者是可添加的这些，尽量就是以最纯粹的味道。对。那最像我们的奶油，它几乎就是奶粉，进口的奶粉煮的，那相对你的负担就会减少很多啦。不敢说完全没有，毕竟它还是吃的东西。对，是这样子。无论是招牌的奶油卡士达，还是熬煮一整晚的红豆内馅，老板陈思翰坚持纯手工制作内馅，从一大早的备料到车轮饼出炉，一刻不得松懈。就连咸口味的萝卜饼也改良成炒萝卜干的口感，让人一试成主顾。我们只卖10月到隔年的4月，就是配合大甲芋头的产季。那奶油的话，就是看用量，然后我们来决定煮的时间这样。因为就像我的名字一样熊爸爸的幸福车轮饼，就是你这一口咬下去之后，你不会
就只觉得它就只是一个我们台湾很平常的零嘴，就是你咬完之后，你会一直记得这个口感、这个味道，会一直在你的嘴巴、在你的脑海里面一直可以回味。品质方面，我们会比较希望说，我们跟一般红豆饼做一个差异化的风格。那一般你看到红豆饼可能都是小摊子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一种。那我们希望把红豆饼的形象提升上来，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它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小点心。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是让客人咬下去第一口就会想到，哇，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会有那种惊叹号，因为我们都会想要吃到好吃的东西，那更何况是客人。所以我会希望说，把品质坚持在最好，包含在选料、用料，还有在制作上面，每一样我们都不能马虎，我们才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差异化跟市场的区隔性做出来。就客人其实有的从小孩开始吃，他可能已经长大了，然后他可能已经念高中、大学，他已经不在我们这边念书了，然后有的已经到外地工作啊、结婚，他们回来，他们就会想要来吃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也很希望说，我们的店可以像其他那个老店，所谓的老店一样，让客人回来，他是要回来吃他小时候熟悉的味道，怀念的那个味道。10年来不变的美味，不只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社区之间的人情味。老板娘笑说，最难忘的是有住在国外的客人，希望能提供宅配，虽然碍于技术上的困难无法成行，但这样的心意也成为对自己用料坚持的最大肯定。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首次集结18位出生或成长在盐分地带的艺术家，推出咸咸的风沙飞盐分地带美术家的规范展览，透过创作回应土地，让艺术召唤记忆，同时还研发盐分双品限定特餐，将艺术从画布延伸到餐桌。用歌谣唱响盐乡记忆，台湾曾经是制盐大国，盐分地带孕育无数的艺术家与文学家。南美馆策划咸咸的风飞沙展览，横跨不同世代与风格的艺术家，展出水墨、油画、版画、摄影与复合媒材等作品。南美馆是一个全堂馆，我感觉是从这个展览开始可能爱盖做全盐馆，全盐是流遍在我们全身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有助于去厘清台南这个地方从旧有的台南市区开始到拓展到外围之前的台南县这个区域这些美术家的发展，从甘普纳的所在开始，然后希望看到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甚至出外去学习。然后能够让他们的艺术成长。另外配合展览，一旁的咖啡厅特别研发盐分特餐，咖啡是盐味奶泡与蜂蜜的细腻口感，甜咸完美融合。花瓣造型的松饼里则藏着咸味与海味，杏仁小鱼干呈现出那种海味的感觉，那再加上我们的焦糖盐之花的鲜奶油，那里面是除了焦糖盐之花之外，还加了一个是豆腐乳的部分。平常的那种豆腐乳，可是就只有很微微发酵的口味，然后跟一点小鱼干，就是如果喜欢这种海鲜味的，可以来尝试，更加体会说盐分地带它那个地区特有的，可能是像食物中的味道那种。不太甜呐，然后可能又带一点咸咸的滋味这样。观展完来上一份，用视觉加味觉深刻感受盐分地带。艺术家们透过各自的语言表达个人的乡愁之外，同时回望土地与历史。记者苏怀谈的报道。半夜想吃份甜点，应该要去哪里呢？在高雄鼓山有一间日式复古咖啡厅，营业到凌晨3点，卖着昭和布丁和吸睛的冰淇淋苏打，受到不少年轻族群的喜爱。藏身在鼓山巷弄中的复古小店，是高雄少数营业到凌晨3点的咖啡厅。一进门，仿佛回到早期日本大正时代，而店内的各式家具装饰都是老板海淘而来的古董。
还能看见虫胶与早期留声机，就连店内的服务员都不是一般角色。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我们的外场服务人员跟我们的店面风格吧。我们外场服务人员其实穿着就是像我这样，那我们是设定在大正年代的女给。那女给这个是在大正年代的一个职业，在历史上其实都找得到。那它是所谓日文女给士的一个算是简称。对，那它其实是在大正年间，虽然以历史上来说，它带有一点点微微新三色的那种职业，因为有点像是类似现在台湾酒吧常会见的公关职业。对，但是当然我们这边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是因为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所以说我把这样的一个特色职业把它带进来。但是我们这里主打的还是以一个细致的服务跟温柔的陪伴。我们是以大正浪漫为主的吃茶馆这样子，那是尽量去复刻出，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很喜欢去日本游玩，那也很喜欢去跑一些老吃茶店，那就尽量去把它复刻出我记忆中以及我喜欢的那种日式老吃茶店的感觉。那我们的设定呢，主要风格是在大正年代，那我们就是整体是走整个大正浪漫的居家风格，就不会是像大家印象中就是那个时代河洋折中这么的华丽。那我们是比较偏向就是那个时期就是商户人家他们所会用到的和式跟洋式，比如说像灯啊，还有一些家具类，但是基本还是保有原本和风的那种基调这样子。不仅装潢充满巧思，店内的点心饮品也引起打卡热潮。招牌的昭和布丁不同于一般布丁的滑润水感，绵密中带有些许硬感和弹性，与一旁蓝色的冰淇淋苏打搭配，让人感受复古的专属记忆。对，我们是从中午11点半开到晚上3点，会蛮推荐我们的那个 cream soda 跟我们的昭和布丁，因为 cream soda 的话，它其实本身真的是蛮可爱，虽然它是比较大家记忆中会是在比较昭和时期会出现的一个很可爱的汽水餐点，对，但是其实我们毕竟还是结合作为一个日式复古的风格，所以说其实是有把它结合进来这样。然后布丁的话是使用我们的日式硬布丁，那其实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扎实。总计巷弄感受旧日时代的独特魅力，全日制菜单也让人可以随时品尝美好滋味，也成了高雄的深夜好去处。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来台已经17年的越南新住民杨美凤开设越南美食料理，事业有成，回馈社会。透过议员李美燕媒合，选择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一，捐赠50个中式或粤式便当，发送给有需要的民众。嫁来台湾17年的越南新住民杨美凤，目前在南区开设一间南凤粤式料理，4年来不断扩大营业，现在创业有成，想回馈社会。因此，透过台南市新住民关怀服务协会与议员林美燕媒合，希望用每个月第一个礼拜一餐厅休息日，请员工一起制作中式或粤式便当，捐赠给社会有需要民众。然后我们家里也没有很好，都是会有一些，就是人家就会先助我们，只有现在我们过来这边做得好，然后也有努力，可是我要想分享这个好的留下来。让以后还是会有人跟我们的一样做，跟我们的一样分享那个好意出来。美凤，这就是我们南凤夜市料理的老板娘，老板杨美凤，美凤姐，她跟她的同学跟姐妹会准备，就是我们中越结合台湾美食跟越南美食结合起来的便当，中越便当，提供50个在那边给我们的好朋友。我希望这是善的循环，希望我也觉得今天记者会我会告诉很多的其实异国新娘，因为我们新住民协会什么国家都有，或许有一天这些人他也真的可以把他们的家乡美食透过爱，透过这样的传播让大家知道，也让他品尝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想做一些爱心的事。出席见证有社会局与东协商贸发展策进会成员，以及南凤粤式料理餐厅员工。他们选择7月第一个周一，将捐出50个便当，与中华西路一段社团法人台南市新住民关怀服务协会发送。看到新住民用心，关怀协会理事长也特别加码50个，总共100个便当，欢迎有需要民众可以到场领取。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
台湾队去年勇夺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就推出了冠军之路台湾上勇的特展，透过丰富的展品与精彩的故事，重现国家队奋战历程，并向运动员的精神来致敬。WBSC 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的奖杯、陈杰宪的 MVP 奖牌，甚至幸运物666骰子，原汁原味的在台史博做展出。展场也循环播放应援曲，除了带领观众重回球场，也让球员回想起冠军之路。第一场对韩国的时候，陈晨伟打那个满贯炮的时候，没有想过说我们会打韩国打分差这么大，都很有感觉，因为觉得平常看得到的东西，队友穿在身上，现在都在展示柜里。统一狮啦啦队 Uni Girls 热情应援助阵，吸引不少球迷们到场参观。这回12强冠军杯从台北移到台南展出，还特别增名台湾雄用，呼应台湾独特的应援文化。办这个展览，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那特别是这一次的展出里面有台北没有看到的球衣白板各式各样的这些球具等等。台南场还增加2025年2月 WBSC 的相关展品，为了深化展览与在地的连结，中职南霸天统一狮队也有相关文物展出，包含首度完整展出统一队10座年度总冠军的冠军奖杯，以及融合地方信仰与棒球精神的狮王神教。这个冠军真的是得来不易那我们真的是相当的一个用欢欣鼓舞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迎接这样的一个世界冠军那今天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踊跃出席就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台湾棒球。棒球是台湾的国球，冠军之路台湾雄用特展不仅记录台湾棒球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段关于棒球文化、团结与热血的记忆。记者寿怀谈的报道。为了庆祝璞园领航员篮球队夺得今年 PLG 联赛冠军，桃园市政府推出冠军冰淇淋智慧贩卖机，选用在地的冠军红茶搭配在地的蜂蜜、爆米花等配料。市长张善政还特别携手神奇小白白耀晨以及啦啦队女生卢卡站台，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冠军冰淇淋。点击荧幕选择淋酱跟配料，付款后就可以获得一杯美味的冠军冰淇淋。为了庆祝璞园领航员篮球队夺得今年 PLG 联赛冠军，桃园市府推出冠军冰淇淋智慧贩卖机。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携手领航员球星神奇小白白耀成以及领航员啦啦队女神卢卡站台，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冠军冰淇淋，为球队应援。为了庆祝我们前一阵子璞园领航员拿到我们职篮的总冠军，我们今天特别在市府川堂的智慧号店端出我们的冠军冰淇淋。那这个是桃园的冠军红茶，然后呢，我们的口号就是再来一罐，冠军的冠。趁这个机会庆祝我们的这个璞园领航员冠军，同时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享受到我们桃园最好的红茶冰淇淋。那么上面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配料，让我们的桃园朋友来洽公的时候可以顺便享受一下。冠军冰淇淋推出的口味是由桃园冠军茶农龟山益寿茶园栽种的高品质红茶所调制，另外还有在地出产的3种淋酱跟配料可以混搭，投下50元就可以透过智慧贩卖机 DIY 客制出个人专属的冠军冰淇淋。我们这次的冠军双麒麟就是用我们桃园在地的桃印红茶那台茶17号那我们精心的茶农来制作的这个桃园最好的优良茶。那另外呢，搭配的有我们龟山区农会我们来辅导的我们的蜂农所这个收集好最好的我们的蜂蜜那也获得我们的这个全国评鉴头等的这个荣誉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些桃园优质的农特产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市府1楼的这个小广场呢让大家享受到吃在地享当季的我们桃园最好的农特产品。桃园市政府川堂的智慧1号店限时推出桃园独家冠军冰淇淋智慧贩卖机，号召市民以及球迷挺桃园。市府也在冰淇淋机旁边设置应援留言墙，希望来洽公的民众写下应援在地球队的祝福，一起吃冠军冰淇淋，应援桃园再夺冠。记者赖伟一报道。
台北邮局发挥创意，首度推出完成任务就送拼图磁铁的活动，集满12个行政区，还能兑换隐藏版的波波哥大富翁桌游底图。不管是信义区的101大楼、万华区的西门红楼，还是南港区的北流中心，即日起民众只要完成指定任务，就可以到台北市各个邮局免费兑换这些可爱的拼图磁铁。这是台北邮局暑假推出的创意活动，希望借此推广行动支付，便利民众使用金融商品，也能达到环保永续的目标。在暑假期间，更鼓励民众带着孩子享受亲子旅游时光。借由这个比较丰富的我们台北区的12个行政区上面都有各个样式的地标及旅游景点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总共发行了72000块的拼图地图的磁铁只要能够完成一项的任务，我们就会赠送。总共有12个行政区，希望能够透过此次活动，只要年满18岁，你携带你的金融卡还有你的手机跟身份证我们就可以办理网络邮局、行动邮局，还有跟我们邮局合作的行动支付，任何一项总共有11项都可以赠送1块的磁铁。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增加我们邮局很多的金融绑定的用户，让民众体验我们邮局的便利性及多元性。第二个就是透过此次的活动能增加亲子对我们地区性的了解与认识。第三个就是说，透过此次的活动能够地方的连结跟我们邮局的那个亲和力就是我们邮局，因为这个波波哥是我们邮局的新业务、新力吉祥物。因为目前它总共发行的7种的周边商品，这7种的周边商品都非常热卖。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波波哥的这个新力吉祥物能带动我们这个行动绑定的一些的功能增加我们的用户。民众如果集满全套以台北市12区著名地标为主题的磁铁拼图，还能兑换隐藏版的波波哥大富翁桌游底图，与亲朋好友一起玩，感受大富翁游戏的乐趣。这个地图非常简单，只要收集了12块我们这个行政区的拼图，在任何一个邮局，我们就会赠送这一块大富翁的地图。让我们回味以前我们在玩大富翁的时候的游戏这个是类似以前那个大富翁的游戏这样。台北邮局方面也大方分享迅速奇迹12区拼图磁铁的技巧，只要1个人就能达成。如果1个人从来没被我们邮局绑定过透过了行动邮局、台湾Pay及跟我们邮局的合作的行动支付，总共有9样，就可以收集到11片的磁铁拼图。然后如果你可以再邀请1位你的亲友，就可以收集完这个地图了。由于拼图磁铁数量有限，台北邮局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带着家人小孩一起来收集，让邮政吉祥物波波哥陪您欢乐过暑假。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没受过正统美术班训练，凭借自己学习及对艺术的热情，画家郭永吉开创出原子笔画风。只要用原子笔，就能画出水彩画、油画的立体感，还有光影色彩。一起来欣赏在新营文化中心的展出作品。不用一般的画笔作画，画家郭永吉使用原子笔作为创作媒材，而这一用就超过30年。当中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家里经济不好，买不起画组。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靠着一张纸、一支原子笔，完成画家梦想，挥洒创意。以前因为家里的话环境不好，可是自己的话又喜欢美术，所以最简单的就是一支原子笔，还有一张纸，然后就这么样涂鸦，越涂，从本来的一个单的颜色变成4个颜色，再来的话找到了7、8个颜色。
郭永吉表示，与油画、水彩画不同，原子笔作画技巧是采用层层堆叠，以线条缠绕的方式呈现画作的立体感。其实原子笔它是每一层每一层去堆叠，它是用一层一层去堆叠。其实它有油画的技法，油画的技法。可是因为油画是重彩，原子笔的话是线。那线的话就是绣画，所以对刺绣的绣，它绣画是用针线，那原子笔的话是用线，所以你如果是表现得很好的话，它会有一种感觉是浮雕的感觉。可是你摸的时候，它是平面的，它跟绣画不一样。绣画是摸，跟油画不一样。油画摸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可是原子笔没有。以这幅对开的画纸来说，需要郭永吉耗费2到300小时创作，画到原子笔没水都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像这个对开的，我可能要花200个小时至300个小时，因为一层一层去堆叠。它的话，你看这么样的话，其实它本身是一张白色的纸，你堆的话，你看它的话好像是淡彩，其实它可能里面堆了10层，就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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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了10层。那你用一支笔，你们可以想象一支新的原子笔。你就不要做什么，就是在那边画到没水，那个是要很有耐心。可是我在作画的时候，我都会不知不觉，就等于是一支原子笔用完了，怎么没有了？可能才5层而已。对，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而且它不能出错，而且要从浅到深。因为你如果先下重笔，它就是回不去了。集结超过30年的原子笔创作，融合油画的堆叠质感、绘画的立体表现，以及粉彩、水彩的光影色彩，展现原子笔艺术且多元的细致面貌。台湾之美郭永吉原子笔画创作个展，目前正在新营文化中心展出当中。文化局欢迎喜爱艺术创作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原子笔画的艺术张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大力推荐由舒梦兰导演跨越15年绕行地球5圈半制作的台湾第一部跨越南北极生态电影《守护我们的星球》，希望大家一起来守护地球，让生态永续。在气候变迁下，许多生物的栖地产生严重变化，包括北极熊也要求生存。非常的好看，印象最深刻是有什么样的动物或生物让你觉得很感动？北极熊。北极熊哦，那为什么你看北极熊会觉得很感动？那个就是他们没有那个栖息的地方，然后拼命的那个存活下来。那有讲到说为什么没有办法？这也是看过这部生态电影的小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由舒梦兰导演制片，跨越15年绕行地球5圈半，台湾第一部跨越南北极的生态电影《守护我们的星球》上映。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南北极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其实在最近的不管是酷热的天气或是极端的气候风灾，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极端气候已经敲了每一个人的家门。所以希望这部守护我们的星球电影可以唤起大家对于生态环境特别是极地融冰的重视，然后一起守护我们的星球。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大力推荐这部好电影给市民好朋友，希望大家一起来守护地球，永续环保。梦兰是我的老同事，他也是我的老同事，我很感动。他刚刚告诉我是15年前就拍这个片子，然后绕了地球22圈，不是上面所说的5圈半。当然我们环保局在环保这一块很努力在做。现在全台湾电动机车，我们是10个人就1个是电动机车的。永续环保我们也极力在努力做。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梦兰这个精神，能够为了一个地球的一个永续，然后全身就2位这样投入，那样的精神，以自己的力量来唤醒大家对地球的爱，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看过这部电影的民众也都非常称赞，排队和导演舒梦兰合影留念，肯定也感谢他对于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视和拍片的付出。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以上就这周的中嘉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提醒您，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